正道题目是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请陈牧师。弟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一礼拜咧过足紧的吼。圣经讲，聪明的人会晓算家己的日子。我相信咱大家拢是聪明的人，但愿上帝祝福咱，伫咱搁要去的头前的道路，咱会当过甲真丰盛。咱今日的题目是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个题目是我想足久就想要讲的吼。36年前来到德顿教会，我若要用一句话讲我伫遮的服侍的过程，迄句话就是德顿教会是享受上帝恩典的教会。迄是我家己个人感觉，若要找一句话代表德顿教会，我要用这句话来讲。为什么？35年来吼，咱的教会对无到有，对欠缺甲丰盛，对什么都无的时阵，无资源，无人。你想上帝安怎带领咱这间教会？当然，上帝是用伊的恩典带领咱的教会，互咱活伫伊的恩典的内面。但是，咱搁详细想，咱安怎领受伊的恩典？伊的恩典安怎进行伫咱的中间咧运行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恩典照着人，伊赏赐咱恩赐，互咱发挥咱的恩赐，伫德顿教会渐渐，互上帝的事工伫这个社区，互人看见。咱必须要来想，这个哪会无？有。咱来想一句话吼，这句话我足爱，因为这句话是伫我20岁的时阵，上帝予我的。伊讲吼，我的恩典够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正的面顶要得到完全。换一句话讲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这35年来，咱拢咧用上帝恩典，真趣味哦。一间什么拢无的教会，伊只有上帝恩典，这间教会就要改变，这间教会就要丰盛。咱今日就是要重新过来领受这个丰盛的馈力，这个丰盛的馈力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伫上帝恩典内面，咱要怎去接到上帝恩典？咱要怎去承接上帝恩典？上帝会予伊呼召来遮的人，安怎？上帝会予伊大人无共款的恩赐。这个无共款的恩赐吼，圣经讲，一个一款，一个一款。这恩赐是要互咱逐个人得到利益。咱拢知影圣经一句话，讲万项事互相效力，对，互听上帝的人安怎得到利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就是进入伫上帝的赏赐内底。对，早35年前，咱的教会几个人个位数呢？这个人一直到今仔日，咱有济人。咱来看咱早期，每一个人，上帝若是要互咱的教会伫伊的恩典内底，
伊就将伊的恩赐放伫咱的当中。咱伫教会早期足少人的，咧做礼拜无啥物有人。后来咱就邀请台中的吕宗的会友吼，搬去台中讲，恁转来帮咱教会。遮个人就带因的家庭转来，哇！因若转来，咱就通20几个人，有当时10几个人，咱拢安那，哇，足欢喜的哦！哇，今日来足侪人。有一日，有一个妇女甲我讲，伊讲牧师，因转来做礼拜了吼，拢爱搁赶转去台中，咱来煮互因食好无？我讲啊，要安怎煮？伊讲这足简单呢，我来煮。自安尼开始，每一届中昼了，咱的教会就煮真简单的面汤、米粉汤。有当时外口迄个篱笆咧出迄个肉豆的时阵，因会挽迄个肉豆来煮肉豆饭吼，佮加菜脯，佮加一寡三层，佮真香。咱就安尼开始，两位兄弟姊妹，这个妇人人已经过身啊，伊互我足大的回忆，因为伊毋捌穿鞋，伊的鞋是放伫伊的铁马的头前，伊要做礼拜会甲伊的鞋载来教会。伊讲伊穿鞋袂晓行路，但是要入来见上帝，无穿鞋无礼貌。所以伊甲鞋载来，伊讲牧师，我毋捌字，但是我会晓扫涂骹，我会晓煮饭。涂骹扫好，伊款款的了，然后伊要入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咱才有一丛阴影，阴影骹有一个碰扑啊，咱即摆阁有留伫遐，遐阁会当出水。伊就伫遐洗骹洗洗的，然后等骹搭。伊就甲一双足大双的鞋穿落去，做世人的骹足大，要买鞋无简单吼，伊的鞋足大双。我较少也阁足少粒，伊为外口徛铁马入来，铁马头前放一双鞋。那位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伊的恩赐啊！伊讲我毋捌字，但是我会晓扫涂骹，我会晓煮食。伊看到教会的需要，从安开始，阮就大家做伙煮，做伙食饭。每一个礼拜日无偌济人，但是过了真快乐。礼拜了会当讲教会一寡事工。恁敢知影？咱教会因为早期无钱，咱足济物件拢家己做。边仔即条斜坡道是咱家己做的。头前迄块焚而不回，嘛是咱家己做的。咱讲开，大家拢较敖无呢，大家拢无敖，但是斗做伙吼，佫袂歹。上帝互咱智慧，咱迄阵啊，甲住伫台中会演请讲啊，咱要来做焚而不回。伊讲好，咱要做偌大，好，我甲你做模啊，咱想办法甲你灌模啊。迄个过程。真趣味，迄就是阮暗时大家伫遐咧做吼，真头啊，大家拢会晓铺一个土落伫遐，然后过来问题来啊。伊的模啊摕来的时阵，咱要安怎灌？咱要安怎洗石啊？上界大的问题，咱袂晓搅红文土，红文土甲土拢夹袂活来。但遐搅几个暗，做了拢总失败，做了无法度夹活来。迄个模啊吼，迄个熔，迄个焚而不回模啊，咱就搁甲沤起，得搁大家想。迄个时阵有一个太太行入来，伊迄阵啊也会当骑铁马来教会时阵，拢骑一台囡仔咧骑铁马，骑入来时阵，伊就讲。来，我来搅红文土，红文土甲土搅咧，哇！一下大家就看甲足舒适，
伊讲即摆一定成功的啦。人甲伊问讲，你较会晓咬，你较会晓叫？伊讲无啊，我着出去咧倒做土水的时阵吼，我看人安怎叫，我着会晓叫。咱们兄弟姊妹，上帝互伊目睭真光，足有智慧的。伊看人做，伊就会晓做。伊就将伊这个骄傲门徒的文士奉献伫焚而不毁。迄个人是啥物人？张成这师娘吼，细像因妈妈。我逐个人看了伊，就想着伊较早徛迄台足古锥的铁马，足勇的安尼吼，徛来教会做工课。上帝伫每一个时阵，将即间教会所需要的，安怎他拄仔咱所读的圣经节，上帝伫咱需要是会让互咱每一个人，所以咱讲吼，伫上帝恩典的内面，得到迄个恩赐，是上帝特别互你的祝福，是为着你量身定做的，是要互你进入伊丰盛的画面内底。这是足大的福气。圣经有一个譬如，伊讲耶稣基督是咱的头，上帝互逐个回去活来，就是要做头的身躯。有的人熬整理内面做上帝手，有的人熬探访做上帝骹，有的人熬煮食嘛是做手，有的熬安慰人做心，有的人熬观察人倒位咧无拄好，哇，做目睭。伊讲每一个人拢要成做一个机体内底，就是咱的身躯，做安那上帝百般恩赐的关键。今日咱来上这个想，你伫教会这个身躯内底，你扮演什么款的功能？你扮演什么款的功能？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真上帝爱用呼召咱的机体，所以咱的报告内底讲机体交通。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做头，咱是身躯，咱要荣耀上帝名。咱的身躯若是愈臃肿，咱的教会就愈勇。咱搁来看，伫咱遮你要领受上帝恩赐的时阵，你要好好使用你的恩赐。伫这段圣经，甲咱讲2点。第一点是咧对熬讲道的人讲的。你若是熬讲道哦，这牧师爱足注意的呢。你爱讲上帝的话。咱今日用的圣经节翻译讲上帝的调命。什么叫做调命？调命就是你咧宣读圣旨啊。每一摆你徛伫会议的面前，要讲上帝的话，就是你咧宣讲上帝圣旨。你袂使家己黑白解说哦，一句一字拢要有上帝意思。啊，若无，上帝会安那会找你算账。上帝话袂使黑白讲，所以你若有宣讲的恩赐的人，你咧讲话，你爱足认真的，你爱足认真的。每一遍要讲道，我爱甲我所有圣经的版本拢读过，所有圣经的版本拢读过，圣经的版本拢去理解伊遮咧讲的倒一句话，因为上帝话袂使讲毋对。第二个。讲领受恩赐三甲服侍的人，伊爱有啥物货？讲着亲像用上帝所赏赐的力，互上帝对耶稣基督伫万事为得到荣光。因为上帝有荣光，有权能，到代代无尽。遮咧讲服侍的人。你咧出的力是上帝所赏赐互你的，你咧出的力是上帝所赏赐互你的。
伫哥林多后书12章吼，伊讲：你若愿意做，上帝就欢喜接纳，是照你所有的来做哦，毋是照你所无的来做。所以你若以后若是听人甲你学了讲，哇，这堂教会无你袂使的，你会马上为伊的喙安怎甲呢？你莫害我。上帝叫我做是照我有的做，我袂晓的，上帝袂叫我做，因为我有的是伊互我的。上帝互每一个人拢有恩赐，我要照上帝互我的恩赐来做。服侍的人必须爱了解一项代志。咱服侍必须爱有一个态度，咱就要知我服侍人，但是我是咧服侍上帝。伫我的心内底吼，我咧服侍。虽然我做伫人的身上，但是我是安那？我是咧服侍上帝，我毋是咧服侍恁哦。吼，我足爱唱歌的，我来参加圣歌队，我毋是唱互恁听呢。我咧荣耀上帝的名，我咧甲上帝足好听的诗歌唱互恁听。我会煮饭，我是咧服侍上帝哦。当我咧做的时，我的心中足快乐的。丽芬讲。我袂晓煮饭，其实伊足晓煮饭，伊是煮饭高手啦吼。伊讲我袂晓煮饭，但是我咧煮饭的时阵，我拢祈祷，咱兄弟姊妹，教会就是安尼，教会无我比你较敖，还是你比我较缓慢。教会是上帝呼召你来遮，每一个人上帝拢互你有恩赐，要共同起造即间教会。咱的教会35年来就是安尼行来，可能到遮你会问我讲牧师，若是安尼，我的恩赐是啥物？你的恩赐是啥物？吼，你爱回去祈祷，你爱回去想。咱教会有一个姊妹，伊咧准备国家考试的时阵，伊来找我，伊讲吼，牧师。我日日敢拢咧读册，我甲你算算的吼，我有一寡时间，吼，我想要来教会做工课，有啥物会通互我做无？我讲有，咱迄个时阵也搁咧承办吼希望小学，我希望小学吼欠老师，讲好，我来斗教囡仔，然后伊就来教囡仔，教囡仔了后。我看见囡仔拢下课了，伊甲教室扫扫咧，然后摕一寡迄落水管，摕铝啊入去便所，伊开始咧洗便所。我讲你咧洗便所？伊讲嘿，牧师你毋知，我足爱洗便所呢。我去外国打工吼，洗便所趁足侪钱哦，我足够洗便所咧，踮遐洗便所。伊洗甲伊高考通过，伊洗甲伊去上班，伊才甲这个工课放下落。咱若愿意做的心，上帝会照你会晓做的，你敖做的，你会当来做。只不过你要来想，我会当做什么？我会当做什么？林丹杰因拄啊信主了后，伊来教会问牧师讲：牧师，我想要甲教会斗做什么？教会要做啥？我讲哇，教会吼，迄个教育馆内底间客厅使用率上介悬的，但是吼，迄个即马较无人认养啦。咱知影，咱教会后壁教育馆拄啊起好，有人认养。啊，开始吼，逐个人真认真做。做一段时间，就有人来甲我讲：“嘿，牧师，啊，开干我家己咧做。”我讲无啊，
逐个人咱量的无共款啊，因照因的时间来做啊，吼。我就咧想讲，你可能咧无啥爱做啊，无偌久伊就无来啊，吼，嘿，搁无偌久，认养的伊就讲，牧师，我看逐个人拢无来扫，一个人看着别人无来扫，逐个就拢看着别人无来扫，一个一个离开啦吼。但是恁咱一个来甲我问的是，伊讲好，牧师。我来扫，我要扫倒位，搁扫倒位。伊大概扫了，你敢知？伊教育馆迄间客厅，伊七步咧，七桌顶，最后伊是跪伫涂骹，为内底一直切出来外口。伊的下无清热，伊切甲会发光。伊用这个精神咧服侍。那位兄弟姊妹。咱若是愿意做，咱有要做的心，有足济工课通好做。今日咱的教会有缘咧听候咱30几年来，安尼行来，伫咱逐个做的时阵，上帝恩典就不断伫咱的中间在运行。咱爱知影，咱拢足爱即句话祝福。其实即两句话祝福是藏伫服侍，伫你的恩赐内底祝福。伊讲，你得爱爬起来行啦，你爱开始行，意思就是讲，你开始做，你甲你的恩赐发挥出来的时阵，才会安那利上加利。就是开力一直加添互恁，直到咱见到上帝面，直到咱见到上帝面。伫新约内底，约翰福音讲，上帝真丰盛的恩典内底，咱拢领受会着。照着咱的服侍，咱安那恩典会当续接恩典。那位兄弟姊妹。这堂教会，阁是一个新的开始啊！3年的疫情，咱的教会足侪事工断续续，咱有足侪咱习惯做的物件，咱拢总停掉。为伫即马，阁咧开始的时阵，咱发现足侪问题，就好亲像一台车。拖袂叮当，以前真活泼、真够服侍的青少器，哪亲像渐渐无力气，因为因面对着大汉的离开，面对着责任的建立，也阁无完全。咱爱知影，咱的囡仔足侪拢是外环来的囡仔。因自细汉就习惯伫教会参加活动，然后时间到，伊爸母安怎材料就倒转去啊。所以即摆囡仔，伊无想讲，我即个活动也未了，我爱留咧善后。即个责任已经到我遮，所以咱新的一代起来，必须爱去想讲，我要承接的责任是啥物货。个因伫今年有足侪考高中、考大学，你兄弟姊妹，因的服侍无形当中有较减少去。但是咱就甲咱的眼光放伫主日学，哇！咱即马足侪细囝，咱好好训练即对细囝，互即对细囝大汉起来，成做教会一个力量。但是今仔日咱阁找着另外一个力量。就是咱教会35年前上届熬服侍妇女的力量，咱即届要去退休会，也未报名的较紧报哇！亚丽丽也未报吼，我咧等你。咱的退休会，哇，已经报25个啊吼，已经报25个啊。你们兄弟姊妹也未报名，较紧来报名。迄个刘先生师娘，你若要去，我嘛会当带你去。系，
你若要去，我嘛会当带你去吼。请咱还未报名吼，等者大家拢来报名。了兄弟姊妹，咱退休落来，咱会认真找，搁来教会稳定的成绩，是伫恁的身上，是伫恁的身上。你要安怎成绩这个稳定？你要安怎互咱的教会安怎？第35年了后，搁再利上加利，恩上加恩。这是伫恁每一个人身上。上帝今仔日有愿将真济恩赐放伫恁的身上。迄个恩赐是上帝要使用的，但是咱可能有的人安那无感觉家己有恩赐。咱可能有人感觉我哪像无啥恩赐。有一日我就安尼咧想，我讲吼我得要退休啊，足好诶！退休了吼，我要搬去一个无人捌我的所在，我要去一间无人捌我的教会，然后我要享受做礼拜，我要享受过圣诞节，我要享受过圣诞逐时期教会节期，因为大概教会节期拢总足无用的。当我咧想的时阵，我就咧想讲，毋过吼，我若进入迄间教会，迄间教会人一定会来问我是啥物人，一定要甲我介绍，我看会使莫互因介绍。我就开始想起来，因为人捌我的，哇！你较早你是牧师呢吼。阮牧师要休困，无拜托你来讲道者，我就有真济代志。但是后来，我讲我想济啊，上帝爱咱做，咱就爱去做。包括做礼拜嘛是一个服侍呢，做礼拜嘛有做礼拜恩赐呢，有人足够做礼拜咧，足够听牧师的讲道咧，牧师讲伊就知影1、2、3、4、5。有人牧师讲规堆，转去甲问讲今日牧师讲啥，毋知。咱教会有一个囡仔，就是咱即礼拜要结婚即颗阿丽啊，伊真够服侍，伊够插手啊。人若咧办活动，伊拢去指挥交通。伊的太太未信者，伊的太太问伊讲。张嘉丽在你们教会结婚要做什么？伊讲我毋知。因太太讲你伫教会大汉的，你较毋知？我伫教会拢咧插手啊，甲指挥交通。我头壳来扒落，我讲你袂晓带转来问牧师哟。伊真肯做，无有影，咱的教会的手啊，拢伊咧插。但有真济活动，伊拢伫外面咧指挥交通。了兄弟姊妹，但是伊敢有较软正？伊敢伫咱的机体内底无？伊嘛是伫咱的教会的服侍，咱的机体内底一个真健康、真完整的。咱每一个人拢爱诚做伫教会恩赐的发挥者。咱每一个人拢爱将咱的恩赐安那提出来，互咱的教会会当一直承接，一直造就新的一代伫上帝面头前。最后，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有讲袂了的恩赐，伫遐遮即个恩赐嘛是包括稳定，上帝有讲袂了的稳定。上帝伫咱的中间，我要感谢各位兄弟姊妹伫遮陪伴阮遐尼久的时间，咱共同来追求咱的信仰。燕昌兄即马转来，他拄好在咧讲你做迄个分而不回的过程。伫我看到每一个过去教会兄弟姊妹，你拢是充满服侍的记号，你拢是充满
服侍的记号，恁拢是充满上帝恩典的记号，恁拢是要搁再承接上帝伫遮的使命。咱兄弟姊妹，毋通看见家己，毋通看见家己。咱每一个人进入遮的人，拢是上帝爱咱伫遮成就一切美好的代志。这美好的代志，毋是你家己去做。上帝讲：“我这我互你的，你有的，你摕出来做就好。”这美好的时光，咱要大家进入上帝丰盛的时光。你敢知？恩典的字有3种的意思。伊第一种的意思就是多彩多姿、多彩多姿啦吼。恩典，伊就是要带人的生命进入多彩多姿的丰盛内底。我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摕到。我真希望咱的德堂教会，无搁再是一间无偌济人的教会。我真希望咱的德堂教会，每一个人拢伫遮找到幸福，找到快乐，找到喜乐。我真意爱咱的德堂教会，是一直咧讲上帝无限恩典的教会，嘛是伫遮咧，互每一个人展现恁的恩赐的教会。伫遮，我要感谢兄弟姊妹。咱即摆咱的教会看，咱教会真清气、真水、真光，四季有四季的花草。恁敢知影？即内底有偌济人点点仔咧服侍，有偌济人点点仔甲上帝互伊的恩赐发挥到上好。恩赐嘛会当找到乐趣呢。恩赐嘛实在讲是一种的才能啦，是一种的发挥。咱知影咱教会这个时阵上济是啥物？盐酸仔草，盐酸仔草一粒籽剥开，就一直发一直发，到处拢有。这个时阵盐酸仔草拢已经结籽啊，饱满，足饱满。我上爱就是举一支甲吐开，哇！bingo 吼，一大堆籽吼，伊还未剥开。大概有当时，这学生若有时间，就传出来，踮遐乌籽，吼，哇！大家拢乌甲真趣味。服侍是一种的喜乐，服侍绝对毋是互你受伤，服侍嘛毋是互你讲我较会做甲遐艰苦咧，无哦。伫上帝的内底，伫上帝恩典的内底，你的服侍是非常的喜乐。你愈服侍，心情就愈好，你的生命就愈有跨度，你的生命就愈有深度。你就会当讲啊，原来咱基督徒的恩典是遐尼好，讲袂了的好。恁兄弟姊妹，邀请咱做伙来享受上帝恩典。咱西教的祈祷，听阮的爸上帝，阮真含慢，阮也真软正。35年来行来，你用济人的恩赐伫遮，互阮互相扶持，互阮对一间真细间，搁发现大过风潮的教会。主，你互阮伫遮看到你的恩典遐尼大，恩典遐尼无限。35年一经过，阮搁为疫情了后来开始。主，阮知阮要恩典续接恩典，阮知你伫阮的中间，有缘要互阮德堂教会成做见证上帝恩典的教会。你有缘要互阮看见，这是互阮的恩赐发挥的所在。你有缘要互阮享受服侍的喜乐。你有缘要提醒阮，阮爱用听你的心来服侍。
阮毋是服侍人，所以阮毋免惊人的批评，惊人的歹意思，因为阮是独独服侍主。我们互主的名荣光伫阮的社区，荣光伫阮的地头，荣光伫台湾，荣光伫全世界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